咧陳奕迅同徐浩瑩先啦，係好啊。其實佢哋兩個係咪即係絕頂嘅夫妻相咧？咁又唔算得特別嘅，其實兩個相咧又冇話特別夾，又冇話特別唔夾。但我成日都講啦，好多嘢都靠自己噶嘛，兩個人相處邊有成日下下講命運㗎？除非你真係注定90成係離婚命，咁你就好難相處。譬如90成離婚命，我就知啦，係咪？譬如佢鼻特別扁嘅，扁到左眼穿到右眼嘅，個眼耷到咁樣嘅，咁你就90成離婚啦。但係而家咁嘅相嘅人其實唔係好多噶嘛，但係離婚人好多喎。其他嗰啲咪自己即係講性格遷就啦。冇錯冇錯。咁其實咧佢哋婚姻都有啲危機運嘅，因為今年2001同埋2013都係兩個嗌交運。咁我又講啦嘛，嗌交運其實又靠自己解決噶嘛。譬如今年嗌交運多啲去旅行或者少啲見面，到2013嗌交運又多啲旅行少啲見面，其實就冇問題啦。因為睇翻個相嚟講咧，就見唔到有乜離婚特徵噶嘛。離婚特徵我哋會睇頭眉，但眉雲佢過咗唔使理啦。我哋會睇眼尾夫妻位。呢個係咪桃花紋啊？桃花紋眼下面嗰個紋好犀利喎。呢個桃花紋咁就代表嘅觀眾緣比較好啦。咁做呢行特別有利啦。法令都好犀利喎，法令都靚嘅。法令佢就開闊一路去到呢個位嘅。揚威海外因為佢法令冇錯，法令開闊同埋心腸勇於海外揚名，同埋咁深長嘅法令亦都代表佢可能一路做一個行業，唔係成日轉變咁解咧。咁徐浩瑩個相咧，成個相就比較平穩嘅。佢係咪旺夫定幫夫？佢係幫夫。幫夫啊？因為我有埋佢嘅八字，再睇埋個相，佢個兩拳嚟講咧，都係有少少比較露嘅，所以個人都比較急。急嚟講就幫夫好啲咧，旺夫啲人咧通常都係懶，唔係點做。你急定懶咧？我懶啊。懶係啊。嗱，咁你個額嚟講咧就比較飽滿，眉同眼距離比較闊，係咪？咁鼻梁嚟講咧，雖然有少少削，同埋兩拳有少少唔係話太有肉包。咁拳同鼻嚟講咧，因為唔係特別飽滿，所以變成咧佢就係幫夫，唔係旺夫啦。咁我哋落到嘴下巴呢啲部位其實冇乜問題出現嘅。所以其實你話兩個相夾唔夾咧？其實我哋話冇夾冇唔夾，因為有啲相係特別夾噶嘛，有啲特別唔夾噶嘛。我覺得佢係中中挺挺啦。咁張學友同羅美薇咧夾啦啩？張學友同羅美薇啊！如果睇個命就好夾嘅，睇個相啊，因為睇命首先話咗俾你聽點叫夾先啦。因為我哋睇命嚟講好容易嘅啫，原來夏天出世同冬天出世人特別夾嘅。有啲人咧相同個月出世或者相沖個月出世又特別夾嘅。相沖意思大家爭6個月。咁啱嚟講，張學友就夏天出世，羅美薇係冬天出世。因為夏天出世人咧有時比較急，冬天出世人咧有時比較冷啊，變咗一個急一個冷就可以互相補助啦。咁生肖係咪每6年都沖㗎？呢個就冇呢樣嘢嘅，所以生肖沖就唔使驚。嗱咁啊睇翻個相啦。咁我哋睇張學友個鼻嚟講咧，就特別高、特別長、特別直嘅，咁就好明顯嚟講咧。原來男人鼻都睇老婆嘅喎。通常男人個鼻高、鼻長、鼻直都一定有個好老婆嘅。咁其實同女人個睇法咧就一樣嘅啫。只不過女人婚姻係最重要，男人事業最重要。我哋成日講鼻靚，即係專注咗去事業咁解。其實男人有靚嘅鼻，一定係有好過老婆，係相通嘅。咁你見羅美薇個鼻咧，就反為其實咧就唔夠張學友個鼻咁靚嘅。唔係話好高嗰啲。係啦。唔係好高又唔係好大，細手粒咁樣，好彩配啊張學友個大鼻啫，因為我成日講啦嘛，大鼻就配細鼻，大嚿配細粒，高就配矮啦嘛，咁變咗好多嘢咧都係張學友咧就比較能夠樣樣嘢話到事啦，因為通常鼻大嘅咧佢係要話事嘅，咁就配一個鼻大嘅老婆咧就容易有衝突啦，因為鼻大老婆又話事啦嘛，咁所以佢兩個反為嘅相隔嚟講就比較夾多啲嘅。咁會唔會有危機咧？佢哋危機如果睇個命嚟講咧，因為啱啱9年就啱啱嗌交年，咁9年過咗。今年就沖太歲，如果呢2年過埋，其實就唔係好見有乜大問題，因為咁啱咪幾年都嗌交年，9年嗌交年，蛇年沖太歲，2009都係嗌交年，咁過埋嗌交年冇問題。同埋羅美薇反為今年睇到個命咧，長輩身體容易有啲問題，係容易啊，容易即係今年都會容易有。因為今年我講佢長輩容易有問題嘅意思咧，原來叫一喜擋三災，無喜長輩防。所以其實呢3年我睇幾多歲先，因為要睇翻個相。即係如果有 BB 就可以擋3災。冇錯，因為佢啱啱行到呢個眼同埋鼻梁中間嘅運，因為鼻梁略低少少，希望佢有起所以擋擋啦。